在说着，他讲你很严重啊，我介绍你去医院，左脑那边一大黑色啊，黑影啊，你的脑就阻塞了。中风本质是一场脑血管的交通瘫痪，血管堵塞，脑细胞因缺氧死亡，致残率超50%，死亡率居全球第2。高血压、高血脂、动脉硬化，这些沉默的推手，早在10年前就埋下隐患。健康的血管，从每一天的科学预防开始。与其等待瘫痪危机，不如让 TC 成为你的终身护驾。我是中风70岁中的，药房看病啊，在说着，他讲你很严重啊，我介绍你去医院，左脑那边一大黑色啊，黑影啊，你的脑就阻塞了。这个一天最少10粒，最多呢就30粒的，它很快见效。用保健品的东西我用了30多年了。我没有看到这个产品这么好，这么快见效的。他们看到我中风就可以这么快好他们很接受